民众赶大包小包去到乌克兰西边的城市利维夫的火车头，因想办法要坐到驶去邻国波兰的火车离开战场。站务员讲，一天敢若4班车驶去波兰，其他列车拢互取消。规台车座位、航路嘛，全部拢是民众。无法度离开的乌克兰民众，秘伫航空洞内底做伙唱乌克兰的国歌。真侪乌克兰难民都去隔壁国的时，嘛有伫国外乌克兰人主动转去，希望和亲人团圆。I have a daughter, Sofia. She is 8 years old, and I have a son, Alexander. He is 7 years old. And I don't want to they see what is the war. 伊伫捷克咧做工课，听到家乡的战争，真想要转去，嘛有要守护家乡的决心。Somebody give me a weapon, I will fight. I'm not afraid. I can shoot. 至于住伫波兰的查甫人，共款载简单的行李，都准备要坐火车转去乌克兰，希望贡献家己的力量。На нас напали, и така трагедія се стала. І я мусив їхати додому.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已经有真侪难民走去隔壁的波兰，甚至有人用行过边境。伫边境，阁看到亲情朋友的时，目屎嘛流落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